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公车出了真侪问题，在台中、高雄还有台北市，台北市公车出了啥问题？5年有13件死亡的车祸，有人讲原因出在欠人力，才会菜鸟啊塞车出问题。代志敢是遮简单？今仔日是位专家到底来讨论。首先，咱来紹介咱現場的4位來賓。頭一位，台灣遊覽車協會理事長李雪嘉。大家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退休的交通員警周明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台灣交通安全協會理事長陳鴻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灣交通安全協會理事長陳鴻益，真歡喜來到這，甲大家來交換這個交通議題。那麼第四位，騎鵝交通守則的主編吳尚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新聞到底出在哪裡？17號在台北有公車燒路，造成了過路人死亡的案件，就有民眾咧質疑是唔是駕駛的經驗無夠呢？那麼雙北的公車工會，那麼在這個客運的業者最近就咧討論未來成立公車學院的可能性，希望學院若是成立，會當予資深的駕駛分享到駛市區公車的眉眉角角，來提升新手菜鳥啊駕駛的應變能力。17日時，有一個過路人和客運公車撞到，加入去車卡不幸死亡，引起大眾的討論。這個肇事的駕駛是台油客運的司機，已經少年，剛若23歲，也予外界質疑駕駛的經驗無夠。針對外界質疑，業者回應表示，會駛公車確實需要經驗，敢若有職業大客車的駕照是無夠的。新手駕駛的培訓，目前確實較欠缺資深的駕駛來駕駛市區公車的美角。一個法規嘛，法規當然就是一些規定什麼的嘛，再來就是經驗傳承嘛，傳承的話，基本上就是影片的一個教育嘛。你可能會在載客期間會碰到哪一些乘客，該怎麼處理、怎麼處置、該怎麼服務乘客。最近雙北的公車業者都有討論，未來是毋是會使有公車學院，希望透過課程請資深駕駛員來分享經驗。客運業者也攏真贊成，希望透過經驗傳承來降低車禍的比例。另外，也希望予駕駛較完整的資源學習訓練。公務處表示，加支持公車工會的想法。公車工會要成立公車學院這一個制度，我們非常的贊成。希望駕駛長在入職之前，或者是在職當中，那另外的話可能會有一些專案輔導，這些個案都能夠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培訓計劃，能夠整體性的來提升各個公車業者的駕駛長的一個服務品質，還有他的行車安全的一個訓練。另外，客運業者也講，若是會當增加道路駕駛的訓練時數，讓新手駕駛較濟時間熟悉公車的操作，提升佇路面的應變能力，會使減少駕駛緊張的情形，來避免意外發生。客運業者也希望公車學院若是成立，會當讓新手駕駛的訓練更較全面，有好的就業環境，也通讓少年人願意踏入公車業。記者張家佳、林玉凱台北報道。講到這個公車出代誌，其實自細漢阮就知影公車有誒看路線，有誒營運誒時陣真安穩，有誒敢若駛戰車誒，看你好歹離運坐到啥物線，以早誒台北市誒公車，一陣看起來有較經營較好，但最近這5年以來哇，這出了13件誒，這個死亡車禍，我想要請教的理事長有人講這就是菜鳥塞車造成的。但是，阮實際上去看這個個別的這個 case 的時陣，有誒無一定啊，有誒無一定是菜鳥啊，有誒嘛是老鳥會出車的。總體來看，理事長你認為是啥物代誌？因為阮也有整理這個表雙北市甲新北市欠人其實攏差不多欠差不多10幾%，共要20%左右。敢是人力不足，還是
在这个训练无够，还是什么原因？今日讲到遮尔大官，好今日咱一项一项来解说。啊，今日讲欠员，欠员发生的开始是疫情了后，因为疫情中，这段人有第二项的这个专业的时阵，就是走，伊走去啊，伊发现讲，无一定爱驶公车，才趁有通食。为什么？足简单的，大家做外口的，伊知影讲，互人管制无遮尔多，而且真莫名其妙的一寡限制，所以较自由。譬如讲，什么莫名其妙的管制？足简单的，进前首都了，向讲甲你发明一招啊，叫做直插法，右侧无车，左侧无车，要讲就社会讲冲啊，是无？你今日坐驾驶人，坐那迄个驾驶台，目睭是爱敢若擦啊目的，绿绿顺顺，一直看。为什么？四方八面你拢爱看，耳听八方，眼观四方。叫你安尼看，安尼看，最后都是遐学者型的啦。经营者完全唔知开车是啥物情况之下，造成足多的困扰嘛。所以这是重要。所以真容易就跳槽，跳去别行。对啊，因为你今日念去等于站的，念去嫌我紧，念去嫌我慢，搁再加上讲，因今日出门来是要趁2仙仔钱，内底制度薪水本来就低啊，拢用一寡啥再加奖金，算偌济，省油奖金偌济，有讲无说？有省油奖金有哦。对吧？省油唔是要省钱，省钱搁开奖金哦。无啊，你省油，你行去讲边仔共款的路线，这台车是安怎？伊每工食100粒，你台是安怎食100粒？问恁的车，哪来问我？问司机咯。因为一直所有的问题拢归纳无司机嘛。你今日讲，咱若讲今日我来参加，今日最主要的课题，你是讲要问讲为什么伫市区会去发生叫死亡车祸？讲一句实在话，我毋惊得死天下人啦。今日这是驾驶人无牛驶马来的，无牛啊驶马来啦。也就是讲滥竽充数啊，很多。阮较早是对小客车，过来货车，了后公车才会跳起来上悬街，甚至甲连接啦，才会当跳起去甲上悬街。即摆毋是拢速成的。速成伫咧经验传承这个已经断去啊，断层啊。所以这司机现主是这现役的司机，有几个知影讲，今日咧操作这台车辆，是比一只虎较恐怖呢。一只虎夹一个人就走安尼。迄只公车若出代志，庞然大物若出代志，是规干人的代志呢。今日这个人的基本动作，就从来无人教嘛。咱已经台湾已经无人教，这个现象才有几档啊？较早有高雄你讲教练较早嘛？什么时阵开始出现短暂？这严格讲起来，梅岭以后，梅岭迄件大件以后，然后高雄市、台北市较早有公车处，教练队有教，基本讲是啥物的。今日这物件拢无去啊，剩一个摇摇欲坠，爱人无人，爱钱无钱的公路人员训练所，较早叫做基训中心，最基本的基本动作就失团啦。今日我讲这件以我个人的观察，借问的，你车停伫遐咧等行人过马路，后壁迄只野路，你影片会使帮伊叫调到后壁迄只车的损害无严重，迄只车弄迄个无严重，电到较无伤哦。是为什么头前迄只去弄死人，而且佫过车卡入去啊？今日阮的基本动作，阮自少年人教育的时候，阮就讲，今日你的正骹毋是油门，就是档啊。是档啊。安尼尔嘛，即摆拢看到这个自排好无？你今日停伫遐伫等人过车路，你的卡如果是按照标准，是伫咧刹车顶悬，莫讲扭手刹车驶路啦。你伫咧
刹车走位的时阵，后壁向讲弄啦，规只兄去。就问你卡是，你伫东亚顶悬是担落大东啊？规只拼去嘛，规车人都翘翘吗？结果伊的卡伫咧油门的啊，担落，即摆车拢毋是行歪啊数，拢行感应的，担落，够贵啊！所以讲教育训练，这是一个真严肃的课题啦。但是即摆吼，咱这个社会愈来愈讲究吼，这个利益啦、现实啦，所以连行政单位嘛吼，主张讲吼，运输业要用人，要自己去训练教育，或者自主管理。问题即摆一寡车主、一寡公司啥，拢是业别的人咧管理这事务操作的人。毋是也handle落的。对，啊，伫咧这种情况下，对无？剩一个伫遐海路海挂一个形式小客者，啊，较早基本中心，即摆有做公路人员训练所，无钱无人，阮写教材互伊嘛，毋知要安怎处理。对，你是对你哪个有写教材互因？是啊，对吧？我假如大家拢一条命尔嘛，啊，你看遐尼侪做事，这是今日讲一个，比较高赞的讲，哎，难免啦，车这么多了，哪里不死人？啊，死一个一天的新闻啦，死3个3天啦。随着爱落台啊。无啦，我袂讲啥物人讲的啦。我先请3位来讲吼，啊，你再来补充参考。我来请教这个民警吼，恁过去咧执勤的时代吼，看到这个大型的公车的违规，大部分拢是啥物物件？啊，即摆有所不同吗？其实大型车的违规吼，伊主要是伫创啥？因为一般的公车司机，因为咱今仔讨论公车吼，公车司机伊会赶吼，赶有几个原因嘛。第一就是讲伊有一个载客奖金，哦，一工载偌济人，吼，你载300个、500个、甲1000个，第一伊有奖金的差别。第二就是时间，吼，你先莫讲我通啊加载2逝，你若讲我紧20分钟到站。吼，去总站，我休困就加20分钟啊，因为我后一班车我搁要出车嘛，我休困的时间啊，因为伊即个公车司机吼，伊逐工开车的时间吼，足侪你像迄华中桥下骹遐吼，司机6点爱来，啊7点出车，啊个暗时吼，想要一班啊，小弟，伊6点爱来，啊7点出车，所以伊上班时间是算7点还是算6点？到6点开始算啊，但是你班表7点才开始算啊，但是你都爱先到啊，你车爱安怎？你爱检查嘛，爱交接嘛，爱洗车嘛，啊你7点才出车，啊出车到暗时9点，12点钟过，啊你要离开，你唔免搁交接，唔免搁车顶的物件搁小整理一下，啊你也等到厝的，你若讲住较远的，因为公车甲咱上班无共款，咱上班有当时咱讲我经离阮厝较近的所在来上班。但是因为公车迄个总站吼，有固定迄几个尔嘛，比如讲邦桥一个、树林一个，啊你若伫新厝的新店，啊你逐工都要开车1点钟去树林总站去出车再搁转来。所以咱会使安尼讲，伊上班的时间上无拢对10点钟起跳。对，绝对是12、3点钟起跳，有当时14、5点钟拢是正常。哎，但是你这个班表内底你看袂出来嘛？伊甲你讲，伊一工敢开8点钟尔。但是你爱算讲中休困，伊嘛无算时间。啊，你爱提早1点半钟到，还是讲你结束了1点钟才有通啊，转去厝的，中这个时间拢无算哦。你就算讲伊规工吼，差不多伊的人生、伊的时间拢放伫伊伫开车这件代志顶管。啊，这就是安怎是呢？第一就是讲，因想咱开车会选择迄落较危险、较赶的方式。啊，第二就是像咱即马找无人，因为其实公车司机呢，以咱即马一般的这个起薪来讲吼是袂歹，但是第一伊艰苦。第二，公车司机吼，无迄个相关的迄个路途啦。你毋是讲我去公司上班做久变主任变啥物科长变经理啊？公车司机你开40年，你嘛是资深司机尔，嘛资深尔。人像毕雕安尼嘛理事长啊，赛40年啊。我意思是讲，伊即个升迁的管道其实足下，吼啊无未来性。40年嘛才出一个毕雕啊。对啊，啊伊无未来性，吼啊伊个足辛苦的，啊所以即马找无人吼，这是。台湾即嘛大客车，其实大货车司机嘛是共款，因为伊个门槛较悬嘛，伊毋是讲我即马考一个奥多麦驾照去10点去12点我就摕到驾照啊。其实足侪人是去训练了考无过呢，大型车无遐好考呢，有当时你嘛袂
大型车的迄个职业驾照有当你考袂掉，所以你一开始的门槛悬，啊过来是艰苦，啊搁无发展，哦啊，所以伊到一个期间了，伊的流动性足悬的，啊老的走，啊少年的来，啊少年的来就讲艰苦，伊嘛其实离开的嘛是足济啊，这是即马找无工的问题。朋友，你睇讲到两项代志，拢对咱的图表内面有显然会看到吼。第一就是2024年吼，各县市欠工的这个人数，你也看吼，新北市其实是欠工上少呢，吼比例上哦，2441个欠差不多127个，吼，这其他的拢差不多往18%、20%，伊这吼啊真低呢，算低呢。台北市吼，差1/5至1/6之间啊，台北市看起来是较欠吼。刷来我而且吼，佫有这个，头仔讲到这个薪资吼，薪水顶头吼固定的，我算一下，差不多40几%是固定的，其他50几%拢无固定的呢。无固定的意思就是讲，有当时有，有当时无呢。哦，有当时是无啊，零啊，有当时有啦。所以这9万几箍无通好规摕呢，拢无法度吼。我要来请教李市长，你来看，他昨两位啊讲吼第一，工时足长的啦，10几点钟啦，啊无法度无法度2班吗？啊，反正你2班，啊，这生态上，一般的驾驶人接受讲，啊无你着薪水较少，但是你较安全，驶了较轻巧，敢有法度安尼？切做一半，还是讲你一工哦，切个后1工半，你唔通上到10几点钟安尼，敢有法度？因为徛伫所有人出来就是要趁食嘛，吼，要来生活，所以你讲叫伊做一半，坦白讲是做袂到啦，吼，因为上主要大家出来嘛，希望讲，因为即摆薪水就对讲实在嘛，毋是讲介好啦，吼，你讲5万啊减一半，毋剩2万5，对无？基本的薪水就剩2万5尔。啊，那比坐办公室较不如啊，对哦，去西尾那边打工去卖物件，嘛较潦倒，啊，佮加上赛车无生活品质，要食饭，要去便所，啥物要方便无？规蛇路你也讲莫讲啥，围路州直直驶到上山，吼，咱遮规个中孝东路，即个公车遮尔长的时间，一届去出去佮转来，3点1句可能就已经开去啊，对无？啊，这3点1句伊伫中，伊的生活品质是如何？吼，啊，既然无生活品质，薪水佫会减一半，啊，佫大家讲，不爱做啊，对，啊，就干脆卖啊。就比条讲的就是规气跳槽去别位对啊，我来去上Uber上嘛好啊。安尼我无安尼我加薪，加薪资本家敢会得嘞？对啦，但是加薪的问题就在伊规个营收的问题，因为即摆足侪公车其实是靠市政府的补助嘛。吼，其实迄个票价嘛，佫无够支付伊基本的啦，绝大部分拢是咱各大都市。所以咱安尼讲到恁家遮，就是钱的问题咯。是咯，对无？你若总15箍，其实讲个话，内底是毋是个人互补助10箍咧？对毋对？啊，政府嘛爱补助咧。啊，我想的，你若讲叫我坐公车爱开30箍，我不如来坐捷运。是，啊，所以但是问题是。这运无遮尔济，无够遐线，对，伊无甲你厝的遮近的距离嘛。你讲安那？无啊，咱就较凶的一摆甲调悬去，我就不得不做，不得不坐安尼，敢有法度？无啦，因为正常咱公车的问题就是讲，发到迄个长距离的，比如讲你住中和、土城啥物，你甲台北上课的，上班的，啊，咱即摆毋是有一个票卡，互伊讲。食较饱，较优惠诶。对，吼，啊未希望大家去坐公车，去坐捷运，吼。但是问题是，永远就无法度甲恁兜门口嘛，对不对？当然。是，所以其实还佫有绝大部分的人是选择用个人的运输器材，对，所以咱奥多麦上多嘛，吼。所以你即摆也要佫提高，啊就是即群人又佫刷去骑奥多麦。对无？啊，就是因为咱即摆讲，
这个载客的量无够，咱就想讲奇怪，咱桥倒摆，咱唔来坐公车，咱唔来坐捷运。问题是，咱当初是你要起的时候，你敢有通问这桥倒摆？对，你讲我若起好，你嘛桥倒摆来无？对倒位来？对，啊，你即摆你咧营收不良的时候，正正咱坐运其实嘛无甲讲。无啥趁钱啊。嘿啦，是遐广告啦，遐商店街吼，遐咧趁钱嘛。所以其实咱的公共运输其实大部分拢是公家咧补助，咱所有的纳税的人吼，咧补助这。啊，既然是公家咧补助，啊，不如就是补助较济，互伊薪水调较悬，安尼敢袂通？但是我讲政府的预算是有限啦，啊，还有社会福利。意思就是你足麻烦的，我想要一直加薪，你就无爱我加薪。是，所以讲这就是两难嘛，因为你的载客量无够支持，啊，你一定步步爱有公部门来支持这个发业，啊，人佫无法度互伊补较够，吼，啊，这就是一个。这个恶性循环呢？这个永远就多苦西，这个代志我想。这小咱你是请你嘛一定知影，这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啊。但是呢，咱若是反映，因若佫开始讲东讲西，吼讲遐讲遮，但是真正问题就无解决。对，无法度去面对。我先互少年的讲者，就咱这请老先生来解题一下，哈，嘉哥你来讲看觅，即像这恶性循环是要对倒一个建开，钱甲赚落去就解决吗？老实讲啦，即马钱的代志哦，像咱台北吼，即马坐一段票是15块嘛，啊，毋过咧，这15块咧是咱乘客咧付钱咧付的，啊，毋过咧，毋过对于迄个公车业者来讲吼，伊若一段票会当收到，即马应该是差不多26块，哦，啊有可能明年会调整到28块，就是讲咧。内底有13块的即个空间是咱政府甲伊补助补入去的，所以讲即马老实讲，咱政府已经有咧补助咱这所以即款公车业者是稳赚不赔啊。老实讲嘛，毋是讲稳赚不赔，因为我有去调查过吼，因1公里出来驶1公里哦，就差不多爱开差不多70块，60块到70块的即个钱，所以讲咧，你爱收一件代志。若是讲咧，因出来驶一抓吼，1公里就要60块到70块，就等于讲咧，因每1公里拢车顶拢一定爱有3个人到4个人以上。嘿，啊，毋过咧有当时啊，比如讲，我常常拢坐到1个人的巴士。对啊。所以讲咧，比如讲咧，咱在台北市有当时吼，公车有可能吼，车顶吼人较济，啊，毋过咧，伊可能是上班时间吼。比如讲咧，上班时间有足侪人要去内湖，所以讲咧去内湖的公车每一班拢是满的。啊，毋过咧，要出内湖的公车，每一班都是空的，因为安怎？因为上班的人因咧通勤的时阵，伊咧方向是较固定的，所以讲咧你咧算咱咧算1公里本来咧算可能3个人就有够啊。啊，毋过咧伊爱到伊的来回，搁爱算入去，所以讲咧。啊，嘉哥，我是像你头拄安尼想吼，我若毋对你想，你甲我纠正，就是讲好啦，你入去的时阵吼，上班的时阵，互你驶内湖啦，啊吼，无上班的时，你尖峰的离峰的时间，你去驶北线，会使安尼机动。即马是安尼咧做无毋对啦，就是讲有一寡因的业者因的路线哦，因为比如讲啦，咱来讲台北上大的是首都嘛，啊，搁有台北客运这两间嘛，这两间因的路线就侪啦，所以讲咧，因有可能讲你比如讲早起的时阵，因就驶来。比如讲9点了啊，这线要出去就减少。因就减少啊，走去驶别条路线，比如讲307啊，307就台北上大嘛无效。啊？这步嘛无效。这步老实讲啦，这个有限嘛是有限啦，因为讲咧，有一寡路线就是讲伊无趁钱，啊，政府搁咧讲了，这个路线你就是爱甲我开出来。就是讲，比如讲，咱那个阳明山顶悬草山顶悬，有一寡较偏乡的所在，台北市政府就会讲无啦，你这较偏乡的所在，你嘛是爱开嘛，无我若是住较庄卡的所在，我无公车。这我安尼四位听起来根本就这个烂局啊！这老先教的，这是要安怎改啦？这局本来就起手就无好摆啊！你要安怎改？足简单嘛。开足歹的。这大歹哦。
我讲啊，即摆已经上工啊。今日政府吼上的唔白听，看到回哪老。安怎讲呢？你今日就咱已经是自由的这种市场的决策一定的这种所谓。变做自由资本的机制啊。是啊，你今日要用头讲用这个所谓吼，政府补助你偌济，补助你偌济，吼，啊然后来控管你的班次，吼，啊你脱班嘛要甲你扣钱，你安怎嘛要甲你扣钱，所以造成大家神经紧绷，啊调度啊车派出去，伊嘛知影讲即马即抓出去是赛车走烧了的。所以讲，为什么唔完全是讲哦，互自由市场来替代讲，即马用即种所谓公权来咧甲你管制？啊，你讲偏远地区的，到偏远地区来处理。伫市区交通工具已经是多元啊，非常多元了。就你就卖安尼强制甲控制，互因家己去自然发展。对，那你今天业者就当然马上他要考虑我的经营成本嘛，所以也不会给这些所谓的驾驶莫名其妙的这些压力。所以比较你有赞成讲，规期迄偏远的地区，政府收回来家己经营。是啊，有啊，新北市就安尼咧做的啊，哦，新北市有安尼咧做的啊，咱用啥？较早我讲一句话，唔是多元，用个中巴就好。中巴吼。真侪线路，迄是黄金路线。我今日业者，我马上讲好，哦，大台巴士，这线拢大台巴士。啊，迄个，刚才你讲超山来利用时间呢，中巴就好。这是毋是成本就降低咯？会当今日互这司机今日讲哦，有安全心。啊，你今日大家今日袂晓吵，今日咧吵讲工时长，其实公车内底有 A 班 B 班啊。比较你讲有袂晓吵的，敢若讲个，啥物叫做袂晓吵会晓吵？啊，袂晓吵就是干那政府讲，无啦，迄工就是车辆哦故障来，因为我欠完啦，所以讲哦，你补助袂使甲我扣钱啦。安尼你听有？问题毋是出伫个遮，你知影今日讲，所有真侪公车为什么倒翘？财团不够雄厚就倒嘛，啊然后并吞嘛，就是上大间的一间啦，收多啦，对无？啊，所以你今日讲。哦，头疼医头，哦，脚疼医脚，我甲你讲，把错卖了啦，抓错药了。这听起来真熟悉哦，这是咱台湾整个的这个公路的这个运输、公共运输，嘛是类似的问题哦。是啊，对哦，所以政府已经有角色，但是政府的角色变做是给你落掉的，你的意思是安？落掉，伊今日还阁无才弄伊落哦。你真系要？伊嘛感觉真衰呢。我一张票拢补贴了一半去啊呢。对啊，然后伊要编这预算的时阵，爱搁看民意代表的面色，对无？地方民意代表讲无，袂使起价哦，啊啦，伊爱选票嘛。啊，其实咱的人口已经高龄化，这是事实嘛。啊，今仔大家每一个司机无这个压力，无咧赶，无咧抢人客，对无？包括我拄则凊彩讲2项，会甲你扣钱，搁一项清洁奖金。啊，路天转来规只好啊！公司就甲你写一个清洁奖金，把你划掉。甲你划掉。啊，你就闹出啦。所以讲真侪困难点啦。今日既然是行入这自由市场的时代咯，你为什么一定要落这关这的么种啊？头班车万分哦，车东车西长途客运中倒来，你知无？所以安尼看起来是每一个参与这局的人拢向献脆皮，但是一支无形的手咧献脆皮，拢唔是对方献脆皮。是啊，就今日体制，你规个体制已经出问题啊，无愿意去调整，无人要去调整啦，对无？你今日讲有需要派下来车，无需要嘛？我看吼，你四个才做一间公司来甲调整啦。民警，你感觉咧？其实吼，公车的问题就是讲，伊本身吼有一个性质是安怎，是一个社会福利啦。吼，就是讲你是一个国家要发展，你政府一定爱补助，因为你无可能互人民讲哦，我全部拢自由资本。啊，若讲迄个庄卡的所在，是讲较无趁钱的所在，你拢莫出门啦，你拢待喺厝的，无公车安尼是袂使。所以一定有补助啦，吼。啊，但是这补助的程度吼，一定是无共款。譬如讲，你若迄个趁钱趁较济，你补助的比例你会使减少。啊，伊会适当吼小可提高伊的票价嘛。啊，你若庄卡所在，因为本来就是遮个人，较收入较低、较艰苦、较偏远，
啊，但是我就是需要交通嘛，所以你这补助吼，你会使较悬一寡。啊，其实你做一个差别出来，吼。啊，第一你就会使讲，无一定讲所有的人拢补助拢是共款的。啊，伊安怎足侪人、足侪公司靠势嘛，我靠安尼我就当啊趁钱嘛。啊，但是吼偏远的所在，伊共款的补助，但是伊了钱的愈了愈侪，开一帮车就了一帮车，对无？所以你爱去调整吼。啊，第二就是讲，这公车的薪水吼，到底有合理无？拄我讲的像咱要抢人客，因为载客有奖金嘛，伊内底都讲嘛，载客屡次哦占23%。啊，你若讲一个人较敖载，一个较袂晓载，一个月差3、5千块嘛，足公车济啊。也有迄个较会晓载，较袂晓载。有啊，伊应该是好歹离婚吧？啊不，啊所以因会抢啥？迄司机会抢黄金路线，啊抢黄金的时段，排班啥大家爱超咧，毋是讲我对无？我即个一工敢若收一趟像阮这豆腐羹啊，对啊，画路线一抓转来5万块，画路线一抓转来2万块，啊你是头家，你当然互司机的。迄个分人无共款嘛，啊，第三就是讲到即个安全的问题。拄啊，咱伫新闻内底有看到讲，咱是毋是有一个制度做一个公车训练学院？大家训练队啊，大家拢知影，我以前踢骹球嘛，迄教练吼，迄个 C 级教练、B 级教练、A 级教练，啊，咱的驾驶是毋是讲你，譬如讲你3年了，你一开始即个驾照哦，通过去训练偌济即个时间。啊，你通个变一个B级的，吼，啊，你搁升级，还是讲你几年以来，你若讲我拢无违规，吼，啊，拢无事故，啊，你调整伊的驾照等级，啊，你薪水底薪嘛通啊调整啦，吼，啊，就像拄我讲的，有人讲我开一世人的公车司机，你为司机变资深司机，甲变老资深司机安尼尔，但是你其实你的经验，啊，搁你即个开车的记录，对，你的记录，吼，你最好的即个记录拢无违规无肇事，啊，过来你的经验通啊传承，啊，愈老的你通啊互伊一寡鼓励嘛，啊，搁互少年人讲哦，我其实虽然是开公车，我嘛是有一个提升我家己的嘛有职业的尊严，嘿，嘛有职业尊严，啊嘛有讲将来我通啊提升我的薪水，我的即个待遇会使变好，吼，其实有足侪方法通啊做的啦。是，啊，那理事长，那你咧？你是经营者，还是讲你本身就也很多路？上主要就讲，我感觉拄仔咱在讲的。其实嘛不单就伫即个公车的问题啦，其实自用车、计程车、骑奥多麦，大家嘛是即种问题啊，就是训练不足、经验无好啊，无照规矩咧使用道路的，这绝对毋是甲大客车，还是游览车单独一个车种尔啦，是因为因有在营业，村的人是上班下班，家己自用为主，但是因着长时间伫道路顶悬造成的危机，啥物？咱就变做会甲放大来看，其实你若甲咱的时间去测，嘛无影讲自用车就较安全啦，吼。所以即摆我讲的讲，希望讲大家对即个问题、即个交通议题的安全，是大家共同爱来面对啦。你甲要甲杀互讲大客车，即摆就是连伊就是无驾照驶细架车去弄的嘛有啦。即摆就是搁一站时间就是大客车。马术去弄，大家轮流做。对，大家轮流，这个就是交通的，咱讲啥马戏团，你知道？甲大家咧人教啦，连伊迄个出代志，出代志，啊，就是拢拄着共款的，驾照训练了无够，用路的经验不足，啊，大家就敢若会晓，即马怪迄个，即马怪即个，啊，大家怪来怪去，细只怪大只，大只怪奥多麦，大家拄啊踅来踅去，这个大风吹是吹到倒位像水尾尔啦。甲钱嘛无啥物重大的问题啦，因为你即摆你若公车你甲标悬，就另外一个这严刑化社会就出现啦嘛。我毋是用公车，我就是去骑倒摆，我若较有钱，我就买汽车嘛，就变做即个三角形的，就拄啊直踅，吼，找无平衡点。你即摆要补助伊钱，伊嘛毋去坐啊，等伊买好就奥多摆啊，伊买好就汽车、公车官啊，嘛是一群人。上歹就是伊用骑的去上班。你无伊也通坐，你讲咱桥都卖，咱政府直直讲，哦，咱爱去坐这个公共汽车，爱去坐这个捷运。但是我若为土城，我是骑规路，骑到台北市来上班的。我讲那桥都卖，我慢慢咧铺，我是坐咧来上班的。所以造成讲即摆营收不良，这就是一个咱的循环已经走精去啊啦。吼，啊，你即摆互遮的人走去用自用的物件的时阵，
你叫这公车什么奖金什么，迄就是看着食袂着啊嘛。所以李书记，你有赞成他毕条所讲，就归去放互迄自由市场，吼，啊有诶像民警讲诶，有诶补助会较低，啊偏远的路线拢政府收起来家己经营，莫互因排这，啊嘛免负担讲我一定爱甲你一票来甲你补助偌济，互因去自由竞争，你敢有赞成这？我感觉如果安尼做的时候，偏远地区就是无车啊，想要去啥？政府经营啊，政府经营，政府哪有车？政府哪有司机？司机拢伫遮呢。这人对不？可以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说不能一刀齐头式的管理，而是要有因地制宜。我甲你征用啊，算我甲你租啊。政府伊无迄个意愿去做遮尔济代志，无伊就干脆公车处就继续留来家己经营就好啊。伊嘛无希望啦，反正有权无责，有责无权啦。甲即摆就是看起来就无咱就爱互伊有责有权，有权有责啊。是，但是问题明的就是一般人请无人来赛车，难道政府会变出人来吗？啊，这是事实，对，这是事实。啊，就叫咱卖做兵，大家拢去赛车，对不？啊，就讲咧义务的就对啊，啊有人去做啊。但是我的感觉是安尼，我唔知影对唔对吼。小咱老先教恁才甲我指正就是，意思是讲，我即摆现不现吼，我的青车都无够，啊，那个曝光，我先甲即个车的甲降低安全度来提悬，啊，会当一刀先切落去的，先处理这，啊偏远所在的吼。咱才用什么方式来甲处理？安尼敢袂当吗？徛过你认为？因即马若是讲要自由市场哦，我感觉讲上大的问题哦，一定是讲公车业者因之间的迄个竞争啊。哦，所以比如讲啊，我拄则讲吼，台北上趁钱的路线，黄金路线307，啊以前是谁咧开的？啊台北客运，啊17号早起出代志的，台友客运，这两间咧驶。后来是安怎？因为台友客运的因欠薪啦，哦，所以讲因的路权哦就互收去，哦，所以讲即摆变做是台北客运，首都客运啊。其实讲啦，吼，老实讲啦，这两间是同一个头家咧驶，所以讲咧就变做讲即摆吼，即个自由市场的即个方式哦。是照理想无唔对啦，啊，毋过敢会当做了好，啊，这我嘛是较无确定啦。讲其实就是独占嘛。对，即马是有较一寡独占的即个意思咧内底啦，啊，毋过你若是讲要家己调整吼，变回做即个自由市场的即个状况哦，其他的业者敢会同意？哦，因为咱咧讲嘛，台北都差不多16间业者嘛，若是我保记唔对迄个数字的，就是讲咧，咱其他业者无一定会同意，因为有一寡业者伊就讲啊，若是讲我这个路线开出来啊，无趁钱啊，无我规间公司哦，收收对啊，我就卖开啊，我就卖晒啊。咱即摆会使看，比如讲咱过去高档内底吼，比如讲驶婚林的迄个日统客运哦，保去啊，哦，咱驶高雄的迄个阿罗哈嘛保去啊，啊，咱今年哦，差不多顶个月吼，驶新竹客运啊，伊嘛无要做啊。啊，所以讲即摆就是安怎？即摆就是讲，你若是讲即个自由市场落去哦，我是感觉讲较无乐观啦。因为即摆即个公共客运哦，公共即个运输哦，就是讲无咧趁钱啊。哦，咱嘛会使看哦，比咱全世界即个公共运输哦，基本上拢无咧趁钱，拢是了钱的。比如讲，咱看日本就好啊，日本因迄个铁路吼就济嘛，啊毋过咧因铁路要安怎趁钱？因毋是靠铁路运输本业咧趁钱哦，因是安怎？因是开百货公司，哦，因是开发迄个房地产，哦，靠即块迄个咱咧讲也是副业啦，然后来趁钱。啊，比如讲啦，咱台铁吼，台铁伊嘛是每驶一班火车出去，啊嘛是咧了钱啊。所以讲台铁安怎趁钱？因是咧安怎卖便当嘛。所以讲，咱会使看嘛，咱遮的即个公共运输吼，咱遮若是讲因连本业无咧趁钱，咱就政府啊是讲业者，伊嘛会当去想讲，敢会使讲开发别项的副业出来，
哦，会当变做咱这公共运输哦，才会当趁钱的这个方式出来。哦，做副业无，这可能也嘛爱真有头脑啊，10间可能才半间会当出这种物件。老先家你认为呢？如讲改为多元安尼，好有啊，本来有创一个什么台湾好行啊，哈，结果到目前看起来原来是失败的是嘛政策，失败的政策啦。哈，哦，所以讲真侪物件吼，第一咱这款遮尔这多元，而且这非常南北集中的这种城市啊，我就讲公共运输是有必要存在，但是伊的政府的管理方法，吼，我希望会当听实务者的建言，你毋是伊想要安怎就安怎，舞到尾啊，两边拢吵去。你听我的意思，对？你讲平原地区，拄则这位先生讲的真正确啊。平原地区今日地方的民意代表一定会争取的嘛。对啊。哦，啊，争取就是讲，啊来，哦，啊，这个平原地区啊，一天吼，读册啊囡仔爱落山落来，啊下晡去，我来，哦，这派两台大台去，对不？活性的，你毋是死的绑伫遐。哦，啊，你死的绑伫遐，哦，啊，山上这个雾社下来，一天哦，啊，一定要开3个班，要开4个班。问题中迄2个班是塞车在招收了的呀。所以说老百姓是很活的，真活，有弹性空间。政府是死邦邦，人家咧白心的呀，无一统伊拄则咧讲一统。预防啊是安怎？一世人经营婚林海口一带，对无？就是你政府百般的刁难嘛，刁难甲讲，恁爸袂唔做，我上大啦，对无？伊安那伊甲你控制你的补助款嘛，对无？啊，伊愈做愈了啊，对无？啊，无婚林大细一带，较早拢是统伫咧庄仔头，固定起台北的啊，固定落高雄去啊，啊，落法是安怎倒，对无？当然啊。其多元的车种发展出来，尤其高铁。高铁当时开通的时阵，啊，最好最赞。啊，但是恁陆运的心理上爱准备调整啊，陆运的会中倒，对吧？就慢慢咧效应拢出来啊。对啊，陆运的一定中倒的嘛，对不？还连航空的嘛，因为嘛哪来哪萎缩啊，对不？啊，时代咧变迁，总是有人爱行入历史啦。是啊。但是偏远所在必须爱照顾，这项嘛是，在多一个时代都共款。对，这是拢外靠的，你唔是要白死伫遐，死推讲死家抓，对不？民警你认为呢？我认为讲咱的国家吼，无一个整体性的这个交通的政策啦。吼，譬如讲你要做一个什么铁道之国，吼，还是要做这个公路运输之国，还是安怎吼？你无一个基本的目标。啊，像咱讲，你若讲高铁一做咧，吼，一定像陆运啊、台铁啊，一定受影响。啊，但是你有辅导讲，譬如讲台铁即摆在做转型，做旅游啦。吼啊，像讲卖便当、卖纪念品，吼爱做旅游，伊一定爱转型，伊无可能讲我台北甲高雄，我甲你高铁拼袂赢啦，1点钟到4点钟是要安怎拼，对无？吼啊，所以你像即个过去吼，咱的偏远地区，还是讲我即摆高铁一个站出现了，啊，我即个路线要安怎辅导即个业者？譬如讲，我互你辅导变成讲你即个点对点地方的即个交通运输，吼啊，你袂使讲我台北甲高雄，我要甲你高铁拼，你就。一定拼袂赢，一定剩落来业者一定足少的嘛。但是咱政府有一个目标无，比如讲，我爱留偌济公车还是游览车的业者，啊，2%偌济是代替的用者，2%偌济是高铁用者。你有一个政策的目标伫遐无？啊，你若要达成这个目标，我要安尼辅导讲，好，我甲资源偌济放伫地方的，啊，偌济放长途的，啊，2%偌济，就像我拄仔讲的，你台北市的这个补助吼，一定袂甲迄个。伊个啥？白拿来无共款嘛？你讲我白拿15块，我补助10块。我台北市拄我讲的307黄金路线，我嘛是15块补助10块，安尼那对。啊，你若会趁钱的路线，都是资本主义嘛。我放互你去竞争，互你去趁。啊，你服务好，你收较悬。即摆已经一间上大，你放互伊去，伊会搁较大，其他人对啊，所以你爱控制伊开黄金路线的这个权利嘛，你爱放互其他的公司啊，譬如讲你若讲你即间上大对无？
啊，你著爱偌济，你甲我去走深溪，去甲走迄个平南的，对无？你爱甲分配啊，但是你即个分配，你爱有一个国家的中心思想，讲我什么物件比例是偌济，什么物件比例是偌济，我偏乡的、偏远的所在，我一定爱保持，比如讲1%的路线，还是1%偌济啊？我补助的时阵，但是我1%我补助10%会使无？我1%的路线，但是这比例变哪里啊呢？啊，所以你一个爱由议会来决定嘛。无，所以你一个国家你有一个基本的政策，你一开始你就要设定一个目标，迄就像有个国家讲我什么2050年要变成什么先进国家啥，你家己要设一个目标嘛，政策要有目标，你袂使讲哦，台北市即马钱较少，我就甲你加补助一个寡，啊，迄新店迄条线吼欠钱，我就甲你补助一寡，安尼是袂使，你一定一开始就要设定一个目标嘛。这个比例变哪里啊呢？上主要这个收票的计数，这就已经不合理啊！你用15来做分段，啊，搁来30，你地下铁上面你都无安尼做啊，拢是坐愈远，改愈坐对。所以咱无按照这个服务的品质来收钱嘛。是安怎爱分段呢？对，啊，以前搁较含的就是分段伫桥，尤其是咱台北市、台北县的桥，变一届变30块，15变30。啊，你伫桥头这站坐个单下一条桥变30啊。啊，即马当然有改善，就是讲咱因为即马咱有电子的，吼，就车低一届，路车搁比一届，但是嘛是共我分段，伊袂讲75块，搁来坐落10块、15块、35块，直直加起。捷运安尼分就会使啊。你毋是你要一刀切，就这前辈讲的，啊，你要切，啊，你啥物拢管，啊你这就是无。哦，头一个收费都无对，啊你要过路，啊你就是先发到迄个带伫迄个分段的，也是伫迄个级数无共的所在嘛。啊，过来就是愈远的，咱即马人口是要甲分散。第一个就是，搁卡着到咱的房地产，大家想要去住较偏僻的所在，厝价较俗的。但是我刚收到这个公车的钱，我逐工开，收到落卡尾落你啊，我逐工坐车来回200块，对无？啊，不如住伫都市内底，所以都市的房租嘛直直压起来。这个物件拄啊，咱大家咧讲的，这国家的政策到底你人口是要疏散无？要去别位无？啊，要大家有上班有上来，但离开都市内底无？啊，这个公车这毋到活路，伊有人在嘛？即马就讲我走去山顶，甲载无3只鸟落来。啊，即马足侪学校，佫是校长塞车去载学生来学校上课的。啊，这有听过，对不对？所以我等公车来服务，你著提供袂我第一个时间啦，吼，啊你无法选择，我时间就无得选啊。啊，你提供服务是啥物？愈换愈细，大家最后干脆就像拄仔讲的，还佫用啥？用迄 Uber 的，小海也叫啦。就到那时阵，咱嘛使家己骑奥多摆载来载去啊，对无？像迄印尼共款啊，嘛骑奥多摆在载人的啊，对无？咱还佫无开发这种服务咧。这听起来应该是总体大家爱当做呢国事会议吼，啊，大家一项提出来检讨来讨论，但综合性吼，假如你定下看数字，你感觉台湾的这个公车，即摆现主是上重要的是，有人讲啊，你著介绍。你薪水甲提好悬啊，自然这个，因为咱一开始检讨是希望车会发生，啊，你若薪水甲提好悬，啊，来做这个公车司机的行业，安尼就代志就会当较压低，较袂发生，安尼敢可以？我家己是感觉讲啦，安尼做法哦，应该是会解决掉一寡问题。啊，毋过咧，佫有一寡问题吼，佫有较大的问题咧内底，就是讲咧，咱迄个调度站的所在，比如讲咧，咱即届吼，咱看咧17号吼，在17号礼拜早起的即个车号，伊的路线是安怎？大约客运的212路线，伊为南港哦，直接驶，要驶点半钟才会到伊的终点吼，咧放假的青年公园遐。啊，到青年公园遐安怎咧？因为大约客运咧遐无调度站，所以讲咧，因的司机。哦，若是伊要变数，伊就紧走入去青年公园内底的变数，紧去方便一下。哦，啊，因呢，若是放了哦，佫要赶紧走转去伊的车顶，哦，过来咧，
搁要驶点半钟，搁转去因的南港遐，所以讲咧就等于讲咧，你咱即马讲无调度站，对，咱无即马调度站的意思是啥物？无通啊休困的，无通休困啊，车无通好插，对啊，所以讲咧，因就是停咧路边，卖命哦。对啊，所以讲咱就会叫看着讲。叫乘客小甲顾者，对，即马拢是安做，即马拢是安尼，后即种诶，拢是安尼。比如讲，佫有一条路线，佫较含的，为三甲影706的路线三甲影经过土城，佫中和，佫永和，佫落来，到咧台北西门町，到西门町了后咧，嘛无通休困，佫要直接驶远。因驶一转来回差不多8啊4点钟哦。你来想，你来回若是要驶4点钟的时间内底，当时要，对啊，你当时会当去便所，所以讲因咧倒位去上便所，因就是咧和平西路遐，因有一个公园，感觉叫做南昌公园哦，因就伫咧遐。南昌公园是安怎？就是讲咧，伊迄个所在。南昌路遐真下啊，真下啊，因为遐是迄个家具街嘛，所以讲咧，你就会看到吼，尖峰的时阵哦，足侪客人人客就坐伫咧车顶，看到迄个司机就走落公车内，走落公车走入公园内底。这地要安怎改啦？这事实就是就阮今日这驾驶人的悲苦啊，对无？所以讲，搁再加上人客千奇百怪这种怪招来后这司机伊动不动就去投诉你啊吧？什么有理能啊，伊讲伊无理能啊，一天到晚面对科技执法，面对站务人员的这些的责难，客人的这种刁难，对吧？所以拄则讲一句，我听了上解，较早有尊严，较早是马术的司机，真细面的。即马我细汉时阵坐是啊，即马是拢足惊。你敢若学出啦，你看，今日整个的环境造成甲讲一点仔尊严就无，嘛实在莫讲尊严2字啊啦，用袂完啊啦，无钱啊，大家钱无嘛，就我拄则所讲的迄句客家话嘛，做有啦，食无啦，趁走啦，那会无趁，对，趁走啦，对，走甲你去空去啊，走甲空去啊。就是安尼尔，所以今日最主要的主题，我是就是讲，伫咧这个驾驶人的培养教育，这是安全的根本啊。其余的会使慢慢大家来共同研究，讲要来调整，或者个人愿意转来，这是上重要的一个课题嘛，对无？今日讲要引进外劳入来，千万唔通，唔通，风俗习惯拢民情拢无共。敢若目前失联的伫咧台湾的外劳着偌济啊，这造成偌济社会问题，对无？佮去要来开一只巴士载一群人，毋是载一拖拉机的车啊米，所以这千万唔通去安尼来想遮，这个人无毋对，这个人毋是本土的人，讲会甲伊计较，会甲这做官会甲站务去争取，这个人来。言语都袂通，要甲伊计较啥？来币值两边的经济关系，这币值不一样。来台湾偌好赚的，对不？等甲伊会甲你喊我的时阵呐，袂付啊。你有叫定调的，对吧？袂付啊。所以先摆你讲的就是讲，第一要先做这个训练再训。你举韩东路的人，你就是爱来定期爱来调训。像头仔民警讲，爱有等级，然后加薪，然后创啥物，这爱先做。是啊，较早。但是这做咧公家做啊。是啊，公家伊唔担输赢啊，你要做头家尔。是啥物啦？对啦。你讲啥价格？你讲。咱的目标是啥物啦？咱若是目标是讲要改善咱全体这个公共运输公车佫有火车佫有高铁。我想讲这应该拢白做伙者是嘛？对啊。你看咱足趣味，咱即摆去食迄个炒饭伊迄嘛是有丙级、乙级厨师执照，人嘛是有伫升级啊。像咱公车司机，无讲即个是较好的，即个较有经验的啥，咱嘛无伫分这。
啊，看起来拢共款呐，对无？其实看公司的规模啦，若是讲公司介大，比如讲迄个通联啊，通联伊有市府公车啊，伊嘛有迄个国道客运，因就为上基本的就是为驶市区的开始，啊，若是讲咧，因所驶了经验较高的。嘛，毋是嘛，逐间公司拢有在调对对，啊。毋是大间公司拢有啊。所以你也有政策来做嘛？有啊，有政策啊，但是煞袂行分级啊。咱有分级吗？即嘛无，但是我曾经提议去游览车司机哦，比如讲咱伫咧制度上最大的拖拉机过来，这就急数分啊。去开上完站的游览啊，会当讲表以后要驶公车的，认证嘛，你所有的这个驾照拢啊有这你才能让来驶这是公车。基本的，这是基本的法规内，法规外的这当中有一个认证嘛，哦，有一个认证标准嘛，对不？本来旧年10个大我感觉这就要各方面的人拢爱集中。啊，起码这个司机。